加拉太书第4章，还有要继承阿爸产业嘅来嘅。虽然所有嘅产业全部係佢嘅，總係限做4年嘅時節，佢老奴僕無馬嘅分配，在佢限4嘅時節，有人照顧佢，推佢管理家業，一直等到家爸為佢所天嘅日子來到，同樣捱到嘅年薪，限長4年嘅時節。也係本以求見所謂成熟嘅神靈自批做奴才，總係時機成熟嘅時，上帝就差派自家嘅來嘅對5人來出世，要神發在法律之下，目的係愛救贖神發在法律之下嘅人，本來就如何上做上帝嘅子女，為到愛證明你哋係佢嘅子女，上帝就差派佢嘅來嘅靈入愛到嘅心。呼喊阿爸愛嘅人，所以從今以後，你就唔係奴僕咧，係來嘅。既然係來嘅，上帝就本你做繼承人。以前你都唔識上帝嘅事，係本嘅度唔係神嘅神明做奴才。呢下你都已經認識上帝，事實上係本上帝認識，讓要多轉去前嘅度冇能力。老無路用嘅成熟嘅神靈呢，讓我重新去做基督嘅奴才呢。你哋還將基督日節期、老年份嘅規定數到細細，我為你哋實太優秀，請講我頭擺在你哋中間所做嘅全部落空咧。兄弟姊妹啊，我求你哋要將心比心，像我認同你哋一樣，以前。你都唔識做過對唔起我嘅事，你都還記得嗎？我頭一擺去傳福音俾你哋，係因為我不偏所造成嘅機會。雖然我嘅偏是你哋受親態嘅考驗，總係你哋冇看輕我，也冇欺騙我，點到你哋接待我，像接待上帝嘅天使，像接待基督耶穌一樣。嗰時你哋暗歡喜，總係兩下呢？我敢講，嗰時那係有法度，就係將自家嘅目珠也不愛，你都未願意。呢下我老你都講真理，反轉殺上咗你都嘅對鐵係麼？嗰啲人對你都暗一心，唔係馬嘅好心術，佢哋嘅目的係愛切斷你都老愛嘅關係，使你都掌握一心對待佢哋。在身世上一心本來係好嘅。總係唔單槍，我同你哋共下嘅事爭安樣。我親愛嘅子女啊，我為你哋再一擺唱阿妹，忍受神聖嘅痛苦，直到基督在你哋嘅生命中實現。呢下我那係同你哋共下，唔知會有幾好哦。我老你哋講話嘅口氣就唔是唱安樣，為到你哋，我嘅心實在無干無實。嗰度相愛神發在法律之下嘅人，我問你哋一個問題：你哋冇聽過摩西嘅法律嗎？法律書記載講，亞伯拉罕有2個來嘅，一個係使女強嘅，一個係自由嘅婦人家強嘅。使女強嘅係照人嘅意思來強嘅，自由嘅婦人家強嘅係對上帝嘅應許來嘅。你做得看作一個比喻。這2個婦人家係代表2種嘅契約，其中一個約係對西奈山來嘅，所講嘅就愛做奴隸，這就係哈甲。哈甲係代表在阿拉伯嘅西奈山，可比根本日嘅耶路撒冷。佢老佢嘅子女所過嘅係奴隸嘅生活，總係在天堂嘅耶路撒冷係自由嘅，佢真係愛到嘅阿妹，因為聖經記載講。無懷胎、無種子嘅不良人啊，你愛歡喜，忘記經歷生產嘅痛苦嘅，你愛太上歡呼，因為受冷落嘅不良人，比該同老公共下生活嘅，會有較多嘅子女。兄弟姊妹啊，像以撒同樣，你都係對上帝嘅應許來上做上帝嘅子女。當時，嘅照人嘅意思講嘅，白開聖靈所講嘅，
掠下也是安样。总是圣经样板讲呢？圣经讲，将四五到家来的捉出去，因为四五嘅来的做唔得，同自由嘅富人家所讲嘅来的，向下举行善业。总讲，兄弟姊妹啊，我哋唔係四五嘅子女，我哋係自由嘅富人家所講嘅。